Hello，我係 Sam，繼續做運動咯，一齊坐喺度開始啦嚇，伸直腰放鬆啦 ，OK 嚇。第一個動作咧，我哋係摸自己臀部嚇，但係咧係左手摸右邊嘅，右手摸左邊嘅 ，OK 嚇。嗱，盡可能咧就係唔好撞到嘢啊，隻手喺後邊嚇，個身咧有個旋轉嘅，盡可能咧唔好攣埋 ，OK 嚇，挺直個腰，然後跟住咧另一隻手咧可以幫忙輔助一下，係咪嚇？呢隻借力咁啊。手同腳鬥力啦，係咪嚇？咁啊，呢隻手咧就可以喺誇張少少咧，就摸到另一邊個臀部啦，係咪嚇？摸到個褲袋啊，摸到臀部咧就得噶啦 ，OK 嚇。或者你可以掂到張凳嘅嚇 ，OK。後邊小心後邊個背板會撞到嚇。好，第二個動作咯嚇，我哋坐前啲咁多下 ，OK 嚇。兩隻腳咧就比較靈活啲，兩隻手咧擺喺前邊嚇，咁樣搭住啦嚇。跟住個身捲落去，即係好似鞠躬咁樣，但係隻腳要提起啦。即係話手掂到腳啦，或者腳掂到手啦嚇，兩邊來回做啦嚇，大概咧就係10零次左右啦嚇 ，OK 嚇，個身咧要屈落去喎，記得喎咁樣喎嚇，好似望到自己隻腳咁樣嚇，鞠躬咁樣嚇，咁就得噶啦。好，哈哈，放開鬆先。第三個動作咧，少少擘開腳就得噶啦。然後跟住單邊手你可以扶住張凳啦，比較安全啲。跟住另一隻手咧係伸出去，向邊度方向咧？打斜方向。伸到好直嘅嚇，你見到咧側邊腰咧就會拉伸一下啦，係咪嚇？咁你可以咁樣落翻嚟啦嚇，小心撞到嘢喎嚇。另一邊手扶住張凳先，然後呢隻就打斜伸出去啦，伸延到好遠嘅地方咧，咁你就做到一個拉伸感覺啦 ，OK 嚇。做多次啦喎嚇，好個身咧你可以預先少少打斜嘅嚇。當伸直手嘅時候咧，再向上伸嘅時候咧，你會感覺到呢啲咧會拉扯嚇。翻翻嚟先，另一邊啦嚇，最後啦。好，伸到最高嘅時候咧，拉伸一下 ，OK 啊，個身咧就唔好特登側過去一邊喎嚇，手記得扶住啦嚇。好，兩隻腳咧就拍埋少少先，我哋做埋腳部分先。一隻腳攞起嘅時候，腳掌打圈，自己喺度咧即係好似旋轉個腳掌就得噶啦。分兩個方向嘅，有順時針同逆時針嚇，記得咯喎 ，OK 嚇。好，做完一邊嘅時候放翻低，另一邊咯喎嚇。提起嘅時候咧，大髀會用緊力嘅嚇，咁你腳掌喺度旋轉緊啦 ，OK 嚇。來回咧單邊做5個至10個圈啦嚇，跟住做再做另一邊啦嚇。如果隻腳太攰嘅時候咧，你可以托起佢嘅時候咧，咁樣去完成咧就得噶啦。OK， 好嚇，聽日咧我哋會繼續出片做運動嘅嚇。如果你唔想錯過嘅話咧，記得喺我哋嘅頻道嗰度咧撳訂閱嗰個掣，撳埋通知嗰個鐘仔嘅時候咧，聽朝見，一齊做運動。